一碗鳝丝面。来，姑娘，先喝杯热水。老板娘，那边那位客人吃的是什么面呀？看上去好好吃，好香啊！是土鸡面，我们家自己养的那个走地鸡，熬的汤很暖身的。给我也来一碗。你不是刚要了那个鳝丝面，那你还要吗？要，都要。哎呦喂，你一个小姑娘要吃2碗面，你能吃得了？哎呀，我都饿死了，我1天都没有吃饭，就算现在给我1头牛，我都吃得下。行，我这就给你去下啊。来，再加1碗土鸡面。来嘞，哎，您的2碗面，慢用啊。谢谢。喂，哎，怎么样了？人还在病房，没有出来呢。那他经纪人呢？赵石怎么说？现场很乱，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在现场就不能打听打听啊？可是人家毕竟在医院里，我也不能不管不顾吧。哎呀，杜小苏，我告诉你，这新闻可是有时效性的，你看着办吧。我手机呢？啊，那个，哦，你电话。这车很快很危险的，你要注意安全。啊。